疫情解封，佮加上政府普发现金6000块，互母亲节成为每一间百货公司手工业绩的时刻。为伫咧台南市东区的这间百货公司，为4月26号开始推出一系列促销活动。化妆品的部分，台南市独家加码满1万块，佮加送500块；护小累积满5000块送500块。另外，还佮有家电、名牌包、保健器材等等，上侪会当送到1000块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在母亲节一定要吃好吃的啊，来犒赏母亲。那我们这次在6楼的新推出的木火牛排餐厅啊，推出了干湿熟成的一个牛排以及海鲜的料理，满满的10道的法式料理，绝对能够满足你们的味蕾。啊，最后是在母亲节部分，我们一般来讲都会送母亲节康乃馨。那我们这次台南大圆百也提出不一样的一个需求，就是说，我们邀请了后壁的一个世贸的一个兰花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个展。我希望说，在现场的部分的话，除了说消费者可以送一些康乃馨给母亲以外，这次也可以换一个方式送兰花给母亲，来表示你些另外一种心意。另外，还佫有商品满夜礼、抵用券、来电礼以及银行刷卡礼等等，相关回馈来到19%。档期一路来到5月16号，欢迎大家把握着机会，前往采购家己喜爱的商品。台南新闻杨创怀采访报道。